老刘加油！王师傅肩并肩。信号绿灯，关门灯亮，8点08分开车。在云贵高原与中南半岛的崇山峻岭间，一条钢铁巨龙跨越国界，将中国昆明与老挝万象紧密相连。这就是全长1035公里的中老铁路。今年25岁的刘银能是首批获得中老铁路机车驾驶证的老挝火车司机，并参与执乘了中老铁路开通时老挝段首趟列车。中老铁路首趟澜沧号国际旅客列车，以前没想过会有这么便利的一种运输方式。从事这份工作，为当地的建设、为国家的发展做出一点绵薄之力，我感觉很高兴，也很自豪。3年来，刘银能已经安全行驶10万公里。每次坐在驾驶室里操控列车，他都能通过挡风玻璃看到铁路沿线的变化。之前开车路过的时候，没有什么人家或者没有什么居民在那里。但是现在拉邦，或者是莫丁、孟塞这些地区，有很多地方就开始有农业开始种植，有很多的工厂开始投入建设，很多人在开始有自己的工作，然后有自己的收入，然后每个人的日子会过得越来越好。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串联起昆明、西双版纳、琅勃拉邦、万象等旅游名城，实行朝发夕至、国内外循环运行模式，以高效便携的出行体验，助力国际旅客游览沿线人文古迹和自然景观，催生坐着动车游云南、游老挝的文旅新业态。截至4月12日，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已开行2周年，累计发送旅客191万人次，其中跨境旅客48.7万人次，覆盖全球112个国家和地区。现在我们旅客列车从之前的1对，现在增加到2对，然后我们货物列车是之前的每日只有2对，但是现在已经增加到18对了。老挝或者泰国比较多的国家都会走我们铁路的运输，所以我们的货物从10种现在已经变成了3000多种。在万象运营中心，刘银能的徒弟周鹏正在学习驾驶中国造和谐型机车。这个曾经在路边摆摊的青年，如今即将成为老挝第2代火车司机。刘师傅说，火车头的方向就是梦想的方向。我要考动车组司机驾驶证，去泰国、中国，让更多人坐上我们开的火车。我对火车的了解是从电视上看的，然后中老铁路开通，我第一次看到一个帅气的火车司机，那时候我感觉很激动，后来我就选择来到中国学习开火车。我期待以后来老挝的中国朋友们能坐上我开的火车。我第一次坐火车是从老挝到昆明，就是来读书。第一次感觉是，列车原来是很快的，而且是很平稳，车里面也很干净，中间的路上也可以看到很美的风景。截至目前，已有1000多名老挝青年通过中老铁路培训，成功掌握铁路驾驶、检修等专业技术，在火车驾驶、铁路运营、维护等各个岗位上发光发热，为老挝铁路事业的长远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。我们对面集装箱里面装的有很多就是从老挝拉过来的铁矿、水果、木薯等等很多产品，然后现在也有很多从中国拉过去老挝的新能源汽车、电子产品等等有很多，老百姓的生活就像火车一样飞驰起来，越来越快，越来越稳，老百姓的生活也越来越好。